最近学校开始休寒，而且也要过年啊，这出国的人是加真多。桃园机场这2天就一人丁，出境检查这排队是排甲长热搜。航警局表示，目前有1条安检线在设备在翻新，所以后礼拜一这8条线就会隆重开啊。桃园机场一下下要出境的旅客排甲路长，大家拢要等安检。有旅客讲，真少看到排甲这么多人，拢摕手机来翕，有人认为对老人甲囡仔无够优先。有在动，对，可是一直走对老人家很不便，走走停停，走走停停，蛮多人的，可能就是投票的关系吧，对，就觉得蛮多人的，是，对，之前没有那么多。机场公司统计，十公出入境的人数114000人，敢若是出境的人数就要到6万人。10有报出入境的人数也到113000人，出境人数57000人。早起6点到下昼3点是离境的高峰，平均1点钟差不多2000人次。机场公司希望旅客提早到机场等，加使用智慧报道。以前出国有看过这样子吗？应该没这么夸张。没有，就是疫情之后，大家都跑去日本了。去日本啊，反正就是当选的，就是笑着出国；落选的哭着出国，全部都出国了，所以生意这么好。对一项下离境尖峰安检线塞车，航警局已经开7条安检线，另外也有1条正伫咧更新设备，甲原本传统的 X 电光机换做电脑断层扫描仪。按算2日了后，会开8条安检线，增加安检的量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